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类嘅节目。大家都知吼，福喜类嘅安度演戏类，因啲小介动到介从系青少年转移家乡来可以工作是好好咧小介家乡嘅，用介团体，大概团体嘅功能作用，想法都冇強容，因啲基本強容係小介一吹類似新做嘅後生人吼，佢都特別讀新做呢一片有一件工作室，是希望講大家係講去到新做嘅人做得很好，做得了解改變嘅文化，還有客家有關嘅故事。已經8年咯，佢哋係馬莎嚟，大家咧分享係類似五岐山工作室嘅紫薇老明浩。大家好，我係紫薇。大家好，我係明浩。我平時讀新部買獻醜，今日來到里長辦公室來到大家聊天。耶，歡迎！哎，這個你要知道 opening 嘅小改很有特色耶。他說我平常時讀信中買獻醜，今日來到里長辦公室打嘴鼓。哇，你怎麼那麼會講話？安會講喂？先來講一下，你平常真的在賣獻醜，平常幾時在賣獻醜？係，我平時是讀新部許昌地位，我媽媽讀改片賣獻醜，我讀我畫改片入一間店兒賣獻醜。好，所以獻醜係。是第一前些時嘅獻醜，係咪到熱天嘅時節咪要獻醜叉？熱天嘅時節就獻醜叉，天氣冷嘅時節就要燒仙草做在獻。所以你阿婆下改燒獻醜係去家做誒，係景就是挨六公，就是一般來說就是正景式真材實料改燒獻醜，不是那種你知道？我曾經喝過一個燒仙草，係賣走你還沒喝哦，還熱熱的哦，就跟果凍一樣，那個是。其實我才還沒喝，還是很熱哦。其實呀，現在大家對燒仙草會有點誤解。對，其實燒仙草它本身就是會有膠質，但是我們是要加可能地瓜粉下去，讓它更像果凍，讓它更像果凍。以前會做這種口感，那現在有些人會。他們會覺得稀稀的也沒關係，對，會用仙草茶代替，對，那種做法不太一樣。我比較喜歡啱好仙草茶嘅吼。對。然後大家談安啲明華用小概是地下也很有用，可以說是道地的新主人，什麼哈？和這個紫薇其實是家鄉在雲林，所以其實雲林那邊有很多照安課，對嗎？對，你也不會照安槍，可是有聽過嗎？沒有。對，但是聽說就是如果溯源的話，可能5代、6代至遷，5代6代至遷，其實咪係早安哈，就這樣講。聽我叔公講的。咁個從小是去到新北市，然後底下還有去到信州，跟明浩一起開工作室。不是一起開工作室啊，是合作的夥伴，一起做個工作室的夥伴，這樣子。對。好，那你在新竹這麼多年下來，有沒有感受到讀信州該片的客家風情？有。好，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是你最有感觸的？我最一開始進去是跟着學校一起進去 ，OK。然後去的地方其實是我們那邊最有名的產業園區，就是做柿餅、起鵝啊，起餅然後就是跟那邊的一些小老闆啊，有交集比較多。然後後來發現說，其實這個地方除了產業之外，文化也非常的具有特色。是。然後發現今天我們這邊有客家的宗祠，有客家的市場，有客家的食物，然後有很多客家的好朋友，很多年輕人就想說來到這個地方去做這件事情。因為一般來講，你講到信州，即係大家提早上到嘅時候，靠人氣。係啊，要當到年，推擺當到年前係講，有年來度推擺有料嘅，幾多係講會係推不了，推難了，信州他們會 pass， 因為幾多會知道應該不好玩。其實信州比大家想嘅豐富。錯麼？所以你講到呢一片，你講起嘅，因為記得嘅工作室五柿山，柿就是柿子的柿，山善，還好好介紹一下。我覺得跟柿子有關，可是為什麼是五柿山呢？永英搞，那時候取五柿山就是想說，因為年輕人平常比較就是比較，像我自己就比較懶惰一點，喜歡講一些有的沒的，然後我就想說，那就是想說取個諧音梗嘛，所以那個柿我們就換成柿子的柿，然後山就是因為一開始就是我們其實幸福是靠山，然後我們想要把一些山的意象帶進來，然後最後叫蟻窩，其實因為我最一開始的工作室那邊其實五柿山蟻窩，對，也共改蟻窩，然後叫蟻窩的原因是因為最原本那個地方其實有很多螞蟻，就是1號工作室有很多螞蟻，然後在山上，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其實很像，我想要
建立了一个意向，就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就是可能没办法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一群年轻人像蚂蚁一样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幸福的基地，感觉很棒，所以就想说用这个意向去取我们工作室的名字。我觉得很棒而且有动长因为你们年轻人讲话都很543嘛，对啊，然后因为你总不能，因为你总那个我们叫543，这样有点不好意思，就弄了一个好文青543，而且每个都有意义，是靠山，大家像蚁窝一样，也抬杠7种胸哈，可以力量大的那种感觉。好啊，所以你们从成立工作室的契机，然后你们后来跟学校有关，对不对？你们跟学校有很多这样串联的计划，对吗？对，因为子维本身是我们玄奘大学的研究生 ，OK，我就跟着我的教授啊一起到这个地方，8年前啦，2022年的时候，没有我自己都忘记了，2019年了，2019年，对，然后就进去嘛，然后就是刚才有讲说，其实最一开始其实只是进去帮饰品业者做一些包装啊，然后开始就慢慢意识到说，只做包装好像不太够啊，对，因为自己学设计的，然后你也知道说，其实设计的包装其实替换度很快，没错，而且每个流行摸恐龙，对，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应该要做一些更深层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跟老师说，不然就是老师就鼓励我去提案，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写计划，然后去跟各个政府单位去提案，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青年所的计划，全局 Maker 计划进来，然后让我可以在地方待了很多年这样，然后。除了开始做计划开始，就开始联动嘛，开始从学校、校园，或者地方的校园、地方的青年，然后地方的一些文化开始在挖掘，慢慢的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就成立工作室这样。OK， 所以你们2个工作分配是怎么分配？用英分配？敏浩他是我的伙伴，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导览的路径，就是那时候成立工作室还说，要做一些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从文化路径的导览啊、策展开始。OK。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从导览路径啊，慢慢认识了敏浩。OK。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敏浩还没回来，应该是3年前的，3、4年前敏浩才回来。3年前。你去哪里？去哪里？我以前在外面工作。对。你那读信州？对，不是。OK， 这样转到信州。当转来啦。OK。转来做1年，20到职位。想讲发展新埔，在征招伙伴。OK。对，那其实我就觉得，有个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助他，那我就应该帮助他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我的家乡好。对。你家人不怕你喊笃信州大？那就是大信埔安运。爸爸妈妈喊你大信埔。阿公阿婆。哎呦，哇哦 ，OK， 所以其实可以提修帮助。就一起互相帮忙，对，然后可能要去提案啊、接案。提案接案时就紫薇来负责，就是会有人来跟我讨论，因为例如说可能像企业啊或校园啊，他们说你有什么好想去新埔，有什么不一样的路径，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带我们去认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因为这个契机去开发很多不同的路径，让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新埔，这样。OK， 我可以具体的说吗？还讲基本有看提示用亲朋友，我可以具体的说，就是所以你们其实是有一些导览路径的，是大家是可以报名的，大家也走在报名改，所以你们会有一些策展的发通，你们会有动到绕信州有关系，不论是你是信州然后某种的路径，比如讲文化，宗教，文化宗教，还有嘛改生态，这是你们现在工作室主打。还有社区有些比较，因为我们到新埔来，大家可能如果有会来新埔的人，其实应该都会有印象说，我们就是到我们老街去吃板条。对啊，没错，板条吃完就会去北埔或去关西玩，因为他们在新埔不会待太久，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可惜啦，就是除了柿饼之外的淡季，大家会。你知道柿饼就那张图很漂亮，就台下都会闪一条黄黄的那个柿饼婆婆，然后一筛的，然后台下对那边的印象是安用音，可是其实更多。其实像我们市场也是因为是传统的早市，那我们里面充满了客家话，还有现在比较少见的人情味，对，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第一站。就是你来到新竹啊，或者是你要从南到北，可能你就可以先从国道
下，然后经过新埔，你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对，那你当做第一站，你就可以先进来吃板条啊，或者是像我们的菜包。我们的板类在市场里面也是非常传统的。你改菜包系地不图包该新鲜萝卜丝的也有，好也有干的跟湿的都有。OK， 好，然后呢，也是很欢迎大家来新埔市场。对，那如果说像宗教的话，我们的义民祭。对我先提问一下，所以去到市场都西冲，除了去吃东西之外，还是可以感觉到就是。我的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会煮饭的人，我去市场，你会推荐我怎么逛？好，如果你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你去市场，你看到一个你看起来很喜欢的菜，你就拿起来，挑咖用挑咖，爱卖俩嘴准以用慢煮，那他们一定会跟你说他们平常在家都怎么煮，你就可以在那边学到很多道地的客家菜。对现在虽然说网络很方便，但是老人家口袋里永远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私房菜。你讲阿公阿婆的食谱是很用的。系啊，好，所以也表示讲改变人情味是非常了解。错，没错，好，也可以学客家话。很可能唐伊都还没吃到哦，係講做得文化嘅社理行嘅時節，大家都冇想到往時鐘做得係提起站哦，幾多還要當到嘅寶嘅，然後大家都分享，你等下再嚟講。大家都天然这个西头的改变社会的变化，其实我们真的一直在变化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讲，你们一定不知道，我是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就是世界世界，跟你都往后上，其实你都一出世界世界，就是已经是科技一发达的西头。不过夯到俩哈，你想想看，现在大家用手机，对，你看这几年，包括我们做电视也一样啊，你讲挑白。改影像到现在的影像机给某恐龙嘞，现在又是 AI 时代的来临，对不对？以前我念书的时候还在看书，现在也不是说我看电脑了不，没有，现在还有你知道 AI 人工嘛，帮忙写报告。我的意思是说，西头改变法动态，其实环境的变化也很大，我自己觉得，所以你们感受应该也很深。尤其你的语气都进步在青年半年，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们等一下 Yuki 会长会讲哈，上一段节目你讲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导览路线，我们先讲到西冲有可能是我们的第一站，但是你们也有文化的导览，对不对？比如讲，宗祠啊，然后街区，因为其实市场在我们新埔有个好处啦，新埔其实它就3条街连在一起，那我们林保路镇长那时候在推3街6巷9宗祠的文化路径，就是一个顺口溜啦，一个意象。所以其实我们的古迹啊、宗祠啊，其实都集中在新埔街区上。OK。所以其实市场结束之后，我们其实如果真的有需要一整天的游程，我们就会往街区去带大家去看，大家去看打铁，去吃冰。然后去看宗祠，认识这个地方的一些宗祠的文化跟宗教信仰，这样。刚刚问一下，从打铁这个现在还持续？目前剩1间了。目前对我知道有1间，但他们还是有持续。有早上都会打铁，而且他2代有回来接手。OK。他大我2岁而已，大我2岁而已。差不多30岁的意思，非常的后上是用因动吼，因为像你些文化路径，你都后面还有宗教路线。宗教的话就是针对那个移民丫丫的那个移民记，对，然后去带大家去看沙大柱，然后或者是去看伯公庙，就是我们有伯公庙，对，我们总共有2、3条路径是不同的。对，你会怎么样少改伯公庙？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係講緊一個外來者。然後我愛去一個客家人，其實我哋從細就拜伯公，可是我哋冇聽說對伯公廟都了解。我現在在考習哦，所以問一下，來，線上請問一下，你有一個伯公廟，你有用小改伯公廟？伯公我自己會介紹，我會想要介紹啦，因為還沒有開發出來，但是對我自己來講，我會講許聰的伯公，對我來講，其實我的爺爺阿公啊咁嘅，像我媽媽小時候，她就會跟我說。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在学校被老师骂了，你心情不好啊，妈妈又忙，或者妈妈没空理你，你怎么办？你去拔公那边，他有石柱冰冰凉凉的，你抱着他，拔公就会安慰你，让你心情平静下来。
对，等一下，你笑的点是什么？我都快哭了。OK， 我觉得你妈妈很有智慧你妈妈都有几岁错。我以为你的妈妈会说你去跟爸公讲你的心事，结果她说妈妈说你去抱那个石柱，凉凉的。对，去感受它。你真的有去抱吗？有有会去抱一下。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很棒感谢。所以你抱完之后就真的比较觉得冷静。抱完之后就当然就冷静下来。那其实中间也会一直心里会一直跟爸公诉苦啦。对，当然爸公不一定会理我们，但是起码心里有个慰藉。OK。对啊。你看，这是他小改把够没有改奉训，你有没有容易小改？你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你在云林，他到北部。因为我们其实有那个伙伴我们有花时间去把一些地方补空的故事稍微收集一下。是。然后我自己的理解啦，就是刚才明有讲，伯公其实为什么其实。他就叫伯公嘛，就是家里面的叔叔啊，就是亲人的样子，就是客家人对于伯公是很亲近的。然后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他会守护你，对，很用该意思。因为我们的伯公其实比较多是有转化过的，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收集的时候发现，因为其他地方大家都会说伯公是石头是大树，可是我们新埔镇比较多还是以就真正有一个爸公的形象，对，有个形象在那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是有点苦恼，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陈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因为我对伯公的想法是觉得说伯公形象就像是小精灵一样，他是自然神，他就是因为大地的石头、大树的万物去变成神子，他会守护你这边，然后帮助你这边，就像你可以讲心事，可以讲读天，顺天其实走在不两片改农事走在顺西，走在安讲吗？对，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有几个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个是我们在显伯公，就是我们在三角。等一下，显伯公很有名，都有名。就是它就是一颗石头，然后它其实那时候就是说，听说啦，传说故事就是那时候有新埔人有生病，然后他就去显伯公的那个拜显伯公的时候，他石头旁边有那药草，他把它摘回去吃，然后就好了。然后后来显伯公，他跟显伯公现在有神像，然后旁边石头也还在 ，OK， 就大石头在，神像也在。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是伙伴说那个石头那个神像啊，它下面那个木屑会被削下来回去进药材，对，就是这是我们会特别去介绍这个。你看，像这是故事。好，大家把构图，大家把构改故事。OK， 那个构图了重稿路线、文化路线，还有生态什么生态？生态就会以我们这边的农作物衍生出来的昆虫去谈。就是像那个白斑新天牛，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早期是种柑橘的，然后柑橘的主要害虫就是新天牛，白斑新天牛。然后新埔其实有个蛮有特色的两种昆虫是很特别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应该也找不到，因为我也找不到。有找伙伴找，真的是543工作室吗？就是有两种很特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半山腰会种很多竹子，然后竹子里面会有那个笋菇、笋龟、笋菇啊，真的很难找。就是小时候找过，现在找不到。那谁之间有看过吗？有，来爸爸又走过，不搞啦。因为我们有一年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有一年展览就是做这个昆虫标本的生态，那我们就真的去各个社区去问那些昆虫跟居民之间的记忆。那刚才讲那个笋龟，其实印象最深刻就是很多那个耆老啊，他就跟我说他以前小时候会把它抓起来吃，对，把那个脚啊头啊折断然后烤来吃。那很小不是吗？冻谁？安泰吧，它就是吃起来脆脆的啦。OK， 然后可是因为这几年生态就是因为我们修理器以前被污染过，然后因为水源被污染，所以笋菇它其实变得很少，然后又因为很多人为的公害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它偶尔会遇到，就真的是很幸运。可是，在我们这边是有的，而且它是台湾的特有种，台湾的就是浊水溪以北的特有种。OK，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个库斯拉？库斯拉里面有一只大蝴蝶叫摩斯拉，然后那个摩斯拉的原型就是要黄蛾，那在我们新埔镇也有，就是它会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树上面结茧，然后它大概就是跟脸一样大，很特别。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去收集这些昆虫的
就是居民对于这些昆虫的记忆，它也许是因为它是害虫，也许是因为它小时候的记忆。那我们把这些昆虫去把它做成标本，然后让大家去认识，就是死掉的啦，死掉做成标本让他认识。很有意思，都有意思。你看哦，系讲唔系基本应该用少改，俺们唔地讲信步走的有安有意思改故事，比如讲两种改昆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感觉像是一个非常和摄影师总是宝宝。嘿，然后10個巷仔用嘅文化嘅路線，而且都非常嘅站到嘅，所以大家有發現吼，哇，幾多其實對兩位動用影響，不過大家其實我們有看到幾多帶來嘅畫圖，所以這都是你們的夥伴畫的。對，我們就是會連接各種各樣夥伴，尤其是外面的夥伴，就是讓一些外地的夥伴也可以到這個地方，重新用他的視角去詮釋，然後也有是一部分是我們在地的夥伴，然後採題解，對，提供地方的故事這樣。所以從兩個人其實都會畫圖，其實用畫圖嘅方式來講改編嘅故事。對對，就是我們找了一個藝術家，他就特別到我家來住2到3年的時間，然後他就是每天有空哦，他一大早就會出門去畫畫，騎腳踏車出門，他超乖，然後他有一個可以超乖，你剛說超乖，他超乖，OK，他一大早就出門去畫畫，OK，他有一個可以變成椅子的背包，隨時隨地他只要看到我想畫，他就椅子就坐下來畫，開始坐在那邊。可是你們不覺得這個人生也很浪漫嗎？很棒，浪漫。他也幫我們記錄了很多，就是當下可以記錄的東西。他眼睛看到走在記錄，因為有就像紀錄片一樣，有些是影像的記錄，可以用作畫的方式記錄下來。對。然後每一張畫都有可能它的意義，或者是一個故事。對。什麼？哇哦！那我們其實記錄了很多當下有的東西，像我們今天這幾幅畫，其實就是那個時候他特別畫的。那有些人已經不見了，或者是人已經不在了。就是我們也因為這個關係，其實跟很多人有結緣啊，也認識很多地方的店家。這樣。而且兩種的感覺就像是口述歷史一樣。對。你我們都改耆老，還改編改你走在地頭去改故事，你都記留下來，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寶藏。但係講用法，佢冇做口頭去發下來，大家要想，不曉得。很久以後，你知道，那有可能就是一個很珍貴的當地該東西，在那個年代會發生過嘅事情，就像拍時代劇一樣。你哋係講拍100年前嘅故事，他告訴我，我完全沒有修片。對，我唔知佢上用音，我唔知佢色形容音，我唔知佢東西嘅上浮形容音、演奏形容音。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有意義耶。所以哈，這也是你們用你們的縫隙來建立跟那邊的一個關係，對不對？所以其實對你來講，你最感情深厚的應該是西涌吼。從感情最深厚的地方一定是市場。好，有都改故事從麼？從仙草窩是很易兩邊動靜軌改故事。錯，仙草窩是我爺爺奶奶開始在新埔市場賣仙草。賣仙草，對，他們以前在關西有種。對對對，在關西有種，我們關西的仙草，全天下第一。注意哦，不是全台灣哦，還是全天下哦。全天下第一，對對對。那在我爺爺奶奶他們就是在市場賣仙草，然後在那邊有了一間店，也住在那裡。住在那裡，那傳家寶，真的是傳家寶。那我的媽媽，他們的小朋友，我媽媽她就從小看着爸爸媽媽這樣的含辛茹苦，他們白天我爺爺去清潔隊工作，然後晚上回來煮仙草。對，那隔天早上我奶奶賣，然後奶奶賣完，她就去田裡去可能把仙草整理一下。對對對。那我媽看他們很辛苦，真的。我媽後來也是做了2份工作，來幫忙撈包下田收啊，咁啦，一路走到了下咧，係啱了下，然後係撈啱媽媽強來情況。他算不算是接班的人？接班人什麼哈？係，啱是細時間啱水母讀仙草碰春水母，係，啊啱媽媽讀。台下煮燜仙草，啱是讀烹當讀書，照宣條啱冇送課時間，啱是會下來撈媽媽聽收，到了下啱是撈啱媽媽講，好，我講你自己做，真緊動田很累了啦，真的很累，那我來幫你，啱撈你聽收，其實像你經驗啱都會扮草啊。冬蟲啊，一捆草大概是我們1個人的重量啦。哇！然後台上台下，啱媽媽真緊做唔來，啱爸爸拉樓咧，然後做唔了緊做，啊，所以
转落老爸爸妈妈天寿啊，谁让因做过嘞？好，动感童音哦，他可以说是献丑公子哎，对不对？那还有没有改动感童音改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来讲。所以刚才看到的，没有正式上架，所以虽然别的地方可能有做咧看到吗？好，冇係講所以講提到客家電視嘅宇宙大首播哦，天一百播出哦，所以其實做咧看到，你都好好的了解新埔了這地方。我们把整个新埔的特色融入在里面。哦，一開始是嘅九港風老愛講，好，從毛是有九港風，起邊嘅梅頭是有起邊，好有梅是講到雪，你有看到水利，從毛有看到蘿蔔，所以你就得看到建築，你就得看到文化。啊，你像到故事來從嘅時，你有看到你都要上客家史，所以對客家有動情嘅了解。哇！所以本大家群，喺度新埔很勇辦嘅，啊，應該都講會背，講會發，係。冇錯，好，大家呢兩個新冠度對於你都當上係推廣嘅，很想要推廣的。但講你最想係講客家飲食係冇，還有客家嘅移民字嘅呢個新竹文化係冇。係，取台主，其實大家唔是對呢一件事情抱持着一種很不環保或者是不慈悲的感覺啊，其實應該就神豬的文化，嘿，我們好好的對待這隻豬，我們把它當成我們的家人啦。OK， 其實也是希望說送它上去天上之後，它可以當神仙。客家人是抱持着這樣一個心態在對待這隻豬。OK， 對，那我們在可能執行宰殺的過程，他們主人家是追求一定要讓豬沒有感覺 ，OK， 沒有什麼感覺就上天上當神仙。其實我們每年都有去記錄，然後其實剛才講到主人家，他有一段就是他整個儀式裡面，他會在要殺豬前會先餵豬吃最後一頓飯，然後用糯米沾紅的餵。那餵他的時候，主人家就會跟他說：哦，你這輩子來這邊投胎成豬，那你下輩子。你去當神豬之後，下輩子去投胎成好人家、富貴人家，對，所以他們都有這樣的期許。而且我們其實記錄了連續3年都有記錄，然後又剛好3年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在殺的，從新埔連莊一直到關西這個過程中都是我們好朋友在殺。那我們好朋友其實也都是我們這一輩的，然後他們去做這件事情，其實花了很多錢、很多心力去做這件事。然後他們在餵豬的時候，他們其實他們都有哭，就是他們真的是把那個豬當成自己的 family， 對自己的家人，希望他可以上去當神仙，講講家裡的好話，對，講講家裡的好話。就是為什麼突然你一發言之後，整個故事很感人、很深刻，要不然就好像有點好笑，係嗎？其實應該就生活是要用的啊，對，就大家會有一些好玩的、好笑的，對，當然這些生活也有累嘛，對。可是你剛剛說希望上天堂說家裡的好話，對，他就是，所以我們要對他很好，對，把家裡最好的吹冷氣、吹電風扇。你知道我們殺大豬的當下是通常都是大概7、8月份的義民季的時候，很熱，全場就只有我們的神豬有電風扇吹，有冷氣吹，其他的主人家。管你是主人家還是客人，好流氓咯！你就是只能圍在他旁邊，你吹不到，你就是聊天。對啊，做啲了解呢個意思，其實你一確實對客家來講就係客家動嘅
挑白独立下个一种个移民个文化啦，冇错哈。不过讲到其实唔带讲，他开始是到机台组啊，从印度现从带来个，你们有做什么像是手工皂啊风板个抽型啊，然后又从黑市的，这些都是我听说对印度来讲，等于是真的是很多元。马改独有什么？因为我们比较像整合的角色啦。OK， 也许地方原本就有，只是它没有一个好的管道去讲。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开发，像这个烘板肥皂，就是因为我们在带市场流程啊，其实通常都是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市场没有很大啦，小小的。那1到2个小时，有时候中午还要，就是中午我们就吃板嘛，吃板条。那中间就是它需要一个SOP的时间，那我们就想说开发一个用在地的文化特色去延伸，开发一个文创的产品，让大家可以去试做这样。对，而且如果来到我们新埔市场的话，板类就一定要来尝试看看的。像我们的中午说吃板条啊，那你平常就可以吃一些像我们的红板、水板，对，像这个就是我们市场里面做板非常有名的一家阿婆，对，他们的凤娇美食馆也欢迎大家来新埔走走看看，好棒哦，是他们家的产品，对，好喜欢听到凤娇美食馆、凤娇美食馆哈，恭喜采买啦！独立下独推背吼，新都真是板条。错啊！你了解我意思吗？板条独某种系独新布式嘅板条，就会 QQ， 系某是系口感完全係真是用米做嘅。错。哈，所以独新布料片做的是都真是嘅板条。错。好，还唔带讲安样哦。其实你的个立行也是慢慢有客制化什么？我还记得你都有客制化的流程。比如你都也曾经是接过一团系从系视障团体。对，那个之前跟那个联咏基金会合作，那他们有带一群视障的小朋友，就是他们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它会有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他可能企业就需要有去做一些服务，然后那个时候那场其实蛮有趣的，他就跟我说，他们联咏基金会的可能是联咏旗下的员工，他们会一个员工配一个。台中启聪学校的小朋友，他会陪他们一起来这边玩。然后那时候我们俩在带的时候，就花了好多时间在想，说我们到底怎么要让看不到的小朋友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其实专业是做美学嘛，做视觉，然后做一些可能就是看得到的东西。然后第一次做那种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想了很多。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吃，因为他们其实到市场不方便，而且那时候他们又下午来，其实没有办法去逛市场。所以那时候想说，饮食的味道，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准备了很多吃的，然后在我们的宗祠里面，让小朋友去摸宗祠的红砖，摸宗祠的瓦，同时讲故事，对，同时讲故事，对，然后吃东西，吃市场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前几年有做一个深井的展览，也是我们刚才那个 MV 的一个延伸啊，就是因为我们先做这个深井，我觉得说地方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才会有 MV 的产生，OK，然后。所以我们有录了很多市场的声音，很多新埔的声音，我们就是用声音、味觉还有触觉去让他们去认识这个地方。像触觉，他们就很难得。我真的是一大早先去田里面摘仙草过来，我把仙草在田里的苗给他们摸，然后让他们实际去感受说仙草的胶质来自在哪里。还有我们的仙草干 ，OK， 对，然后我们炖出来的浓汁要准备做成仙草的样子，所以他摸得到、瞄得到，然后他还喝得到，对，就是让他，就是用他剩下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样子，那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一场我带很印象很深刻啦，就带完之后觉得，其实。应该会有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更去经营这一块，这样哇，所以唐一类其实是做在讲述到记得有个热情可能记得讲会是地公，其实有动多个故事做在让大家来分享对新埔个了解非常个亲密非常个多年。我知道我第一记得为了为热开发很好多个新个点某种个故事，帮大家来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做在多来。关注你们，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你都来提醒，问大家来了解，所以非常感谢今日来到节目地，让大家来分享。下次下礼拜係講要性格發同，做啲雜個嚟攞你講，做啲本很好多感應地，做得嗎？做得，做得。是冇大家好好聽聽下來咧，繞場所有嘅朋友共下來做論壇咧。繞場大家來到福喜來咧嘅免術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